伊老朋友乡下去打球诶，伊老朋友乡下去打球诶，伊老朋友乡下去打球诶。他和朋友一起去打球。他和朋友一起去打球。他和朋友一起去打球。唔系，唔系，唔系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原來佢兩煞唔係親兄弟。原來佢兩煞唔係親兄弟。原來佢兩煞唔係親兄弟。原來他們倆不是親兄弟。原來他們倆不是親兄弟。原來他們倆不是親兄弟。阿彌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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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彌陀佛。你是中华给啊？我跟你们说，这种祈福的纸莲花，每折一下都要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你用会底啊？是我阿婆告诉我的啦。那你阿婆应该多帮你折一些纸莲花。你用会讲啊？那无我唔讲。嘿，迄尾老娘就免风嘅上有关。就喺用唔了身上，乜嘢都唔關心，怎麼個案就好生嘅，其實個問題冇人去處理啦。你们在为我吵架吗？念阿弥陀佛啦。摕到孙来两个喏，这么上大。嘿，伢的门无通大嘿，来讲这么上大。就做嘢讓好人就好了呀，差人都去做嘛。嘿，注意你講話的態度哦，伢娘慫呢。你咩去大雄嘅欣賞啊？基本老客氣就欺負人叫人弟冇，你有關心冇？兄康，老少。你和咱兄弟關係嘛？太慢的啦。錯啦，伢有時咧慢慢拍啊。不過，伢絕對唔係強勢的人。從細伢就教我，做埋嘅事情想清楚，安尼敢會強勢？敢會因為安尼，怎會做唔出事？其實哦，你當槍啊，都冇電風神。不過像你安尼嘅人哦，一做唔出事情就冇信心，一冇信心哦，買事情就做唔好。你還能唔講法哦？好啊，無愛滿啊，老蘭農體學校地邊咩出安尼嘅事情來，到底有冇改變咯？有，我有改變。千萬係行出第一步咧，你呢？阿春先生，走馬街，走馬街，走馬街。做什麼？為什麼？做什麼？為什麼？做什麼？為什麼？唔知嘅走馬街，唔知嘅走馬街，唔知嘅走馬街。